基本上房屋贷款房地产的一个贷款他们在风险控管来讲，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个品质都相当好譬如说它的房屋贷款的呆账比例才只有0.11或是0.12那它的这个建筑贷款的一个呆账率呢？上一次我记得我在那个在立法院报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8月的数据，那个时候只有0.14。那现在呢，就是说因为有特定的一笔，所以它突然上升是0.23。0.2，但是呢，整个的不动产。整个的银行的放款的呆账率呢是0.24，它都比这个所以呢，从风险控管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事实上呢，银行呢到目前为止它是控管很好，只是说我们认为2点，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发现呢，它的那个比较低的这个层数的贷款呢越来越少。那高的层数的这个贷款呢，越来越多，这个就是说它有在往上挪的那个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所以我们是取它的平均数。你如果说平均数之下，大体上的这个都是在平均数之下。那如果说是在平均数之下的话呢，基本上呢都可以控管到那一种高层数的一个贷款。基本这一次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跟上一次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稍微不大一样。上一次呢是一波，我们这一次呢就把这些呢几乎呢在第一次我们就推出去了。另外呢，我们再加上了余屋贷款。所以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那当然，我们在新闻稿里面呢，我们也讲到，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还是滚动式的一个检讨在未来呢，我们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呢，我们看它的成效如何，我们可以再增加它的项目或是对于层数啦，对于当然这些很多都是没有宽限期的啦，已经是都没有宽限期的了我们对于层数我们在做调整，不只是说是我们会滚动式检讨了包括我们的行政院的这个方案呢，行政院也是这么说。第一次推出来的就是这样子，但是滚动式检讨了以后，它要如何强化？它可能会有第二波。我刚刚也在讲这个不是一次到位了，只是说我们把上一次呢所涉及的呢，我们一次把它，但是呢，滚动式的检讨，哪些的项目可以再增加，哪些的层数可以做调整，我们下次呢还会。所以呢，我们是跟那个什么行政院的一个方案，我想呢，我们的具体我们的做法，未来要做的那个大概是我们今天就直接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好不好？那总裁可以浅谈一下吗？因为今天汇率的一些变化。不要了我想呢，我们就不要叫 focus on 这个，就我们是聚焦在这个房地产，好不好？